有空吗？聊一聊。上官老师，不好意思，上官老师，我妈今天有点激动，没有影响到大家吧？你先别管这个了，怎么劝服你妈比较重要。我没有想到她会在这个时候发现，本来准备在实习通过之后再告诉她的。虽然决定当律师的是你自己，但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。回去好好跟她聊一聊，把你内心的真实想法说出来。说实话，我挺希望你留下来的。不光是我，Lucy 对你的评价也不错。真的啊？嗯。你还记得当年你是怎么努力的吗？都已经到最后一步了，我不希望你因为其他事情而轻易放弃。从容，我看好你。谢谢上官老师，我会努力的。嗯。上官老师，您开车慢点。好。从容，这位是？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领导上官毅老师，这位是医院的同事温少卿医生。那我先走了。他怎么送你回来了？唉，一言难尽。对了，我妈有联系过你吗？没有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今天她跑到律所去闹了。放心吧，阿姨不会有事。你们都先冷静一下。这个上官老师和你很熟吗？也不算太熟吧。不过啊，他是我心目中的大神，我思考和职业规划都是他手把手指导的。我进大律所实习也是他推荐的。是吗？那他对你还不错。嗯，他看起来很严肃，但是他人挺好的。我下个月有实践考核，练练手指灵活度。虽然我知道我说的话很过分，但不至于不回家吧？这都几点了？您拨叫的号码在电话也不接，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。我去找找。我也去。你还是在家待着吧，万一阿姨还在气头上，保不齐见面又吵一架。干嘛呢？不许通风报信儿啊！阿姨，来，喝口水，消消气儿，降降火。